大家好啊，又嚟智解三國啊，又係我黃天同你哋講古啊。今日一睇就知道講劉關張三人啦，點解去到咁遲先講佢哋呢？因為喺群雄割據時代啊，其實佢哋真係冇乜突出嘅事件可以講噶，真係唔怕劇透啊。大部分佢哋嘅英雄事蹟啊，都係演義小說寫出嚟噶，並冇發生過噶噃。例如桃園結義啊呢一個經典嘅畫面，其實實際嚟講佢哋三個係冇做過噶。雖然冇結義啊，但係情同手足亦都係真嘅。上集講公孫瓚嘅時候咧，亦都交代咗唔少劉備嘅背景噶。喺呢度我哋再補充多少少噶。喺《三國志》裏面記載咧，劉備的確係漢景帝第九子中山靖王劉勝之後嚟噶。咁劉備嘅爺爺劉琮咧，就曾經官至東郡樊縣縣令噶。咁縣令就係細官嚟噶，非常之細添啊！我諗等於而家區長咁上下啦，管一個區。咁劉備同佢老母出身咧，都係織草鞋噶，都係真嘅噃。咁喺劉備15歲嗰年咧，就得到同宗劉德言幫助之下，一齊拜門盧植噶，咁就結識咗公孫瓚啦。上集都講到噶啦，咁三人咧其實都幾好朋友噶。呢條友拜門之後咧，其實就唔係幾中意讀書噶，咁佢咧就淨係中意打獵啦，同埋音樂嘅。典籍記載咧，佢身高得173 cm 嘅啫。上集唔記得咗講，趙雲係有185 cm 咁多噶。趙雲正所謂高大靚仔，人哋呢粒鼻屎都靚過你啦，邊有得困啫？不過咁，平時佢又唔多講嘢，喜怒亦不形於色噶。咁佢善於待人接物噶噃，又中意結交豪傑義士啊。總言之，一句講晒，同演義都係差唔多噶啦。唔係好叻，但係靠把口揾食嘅。一係又唔講，一講就氹到你飛天啊！行事風格仲懶大俠咁啊，啲人仲話佢似高祖劉邦添噃。咁就去到公元184年黃巾之亂啊，喺涿郡嘅劉備呢，就因為商人張世平同埋蘇商協助之下呢，招募義軍討伐黃巾賊嘅。關羽啊，因為逃亡嘅關係呢，就去咗涿郡喎。呢度要講一講關羽嘅野史先。有人話關羽本身就係漢靈帝嚟噶，其實佢哋調咗包噶咋。咁漢靈帝劉宏咧13歲嘅時候咧，需要當上皇帝一職，當時嘅佢就唔願意接受靈帝之位，咁佢咧就喺佢嘅僕人當中揾咗個仔，同佢差唔多大嘅，就推咗佢上去做靈帝喎。咁自己咧就隱姓埋名向東北行啦。咁改名換姓啊，點解會叫關羽呢？佢就係一隻被關閉嘅雀仔啊，咁所以咧起名為關羽啦。咁有人又話咯，關羽嘅長相咧其實都係似漢室宗親噶。咁就話佢似漢光武帝劉秀啊，《後漢書》咧就咁樣講劉秀噶，身高7尺3寸，美順眉，大口，龍準，日國。咁劉秀之子漢明帝又點嘅樣嘅呢？王子陽身，峰下銳上，顏赤色，有齒於曉，上以赤色，名之若陽。咁總言之咧就話似關羽咁解啦。咁因為佢出身係真係皇族嘅關係呢，所以呢，佢亦都係非常之高傲噶。野史呢段呢好長篇噶，咁我講到呢度先，但係信不信就由你啦，我自己就麻麻地啦。翻嚟184年啦，關羽逃亡呢，去咗涿郡之後呢，就結識咗張飛喎，跟住又恰巧遇到劉備起兵噶，咁關羽同張飛呢，就一齊去參軍啦。唔睇關羽嘅野史，其實佢哋真係平平無奇咁樣相識嘅啫。咁當時劉備呢，就率領住關羽、張飛、諫勇、牽招，跟隨周靖去討伐黃巾賊，佢唔係自己揸旗噶，佢都係跟人去打嘅啫。之後立下戰功咧，就被朝廷封為安喜尉啦。督郵件事咧，我諗大家睇《三國演義》都知道噶啦。去到安喜揾劉備啦噃。督郵激嬲嘅係劉備啊，唔係張飛啊。你估都估唔到啊，原來係劉備綁起督郵打200棍啊。之後咧，佢先至同關羽、張飛、諫勇4人逃亡噶。《三國演義》呢度就搞笑啦。要話張飛食咗啲蠢嘢，演義嗰度係咁噶嘛？劉備就話啦：哎呀，三弟，你打到督郵咁嘅樣，你闖下大禍啦！跟住張飛就話：哎呀，大哥啊，哎呀，咁樣即係講都講唔到，蠢到咧，真係好好笑噶，非常莽撞。但係正史咧講翻俾你聽，係劉備做嘅呢件事啊。逃亡期間咧，佢哋咧就去到下邳城啊，打呢個盜賊有功啊，咁就被封為縣丞噶。做咗不久，佢又辭官離開啦。跟住走咗去洛陽喎，然之後咧就認識咗曹操啦，亦都同曹操一齊咧去到沛國招募士兵噶。靈帝去世之後咧，天下大亂啊，劉備咧就一度起兵討伐董卓噶。講到討伐董卓呢度咧，佢亦都係平平無奇嘅。華雄又唔係關羽斬嘅，呂布又冇戰過三英。未睇就睇翻呂布嗰2集啦，已經交代晒噶啦。18路諸侯伐完董卓之後咧，人人都有功勞啊。
跟住咧佢就成為咗高唐令啦。不過坐唔穩一陣咧，又俾山賊擊敗啦噃，投奔公孫瓚啦。嗱，當時191年啦，公孫瓚咧已經係奮武將軍，係繼侯嚟噶啦，官位都好高啊。所以公孫瓚咧就攬住呢個細佬啦，上表朝廷啊，保就劉備做別部司馬，之後仲派咗去平原城做平原令添啊，輔助青州刺史田階，不久再封為平原相啊。嗱，呢一啲嘅一路升官進帳咧，全部都係靠公孫瓚噶。所以上集聽完之後，你會發現公孫瓚係好睇呢個細佬嘅，但係呢個細佬做過啲乜嘢幫到公孫瓚呢？可以話係冇啊。咁啊，睇咗上集就知道啦，公孫瓚要求佢喺平原出兵打袁紹，跟住仲輸鬼埋個平原添，真係冇鬼用啊！跟住仲要走咗去徐州嗰度揾陶謙添。呢個咁嘅不祥之人啊，喺陶謙嗰度坐咗3年啫，陶謙就病死啦。當時係公元194年啊。你唔好理佢冇做過啲乜嘢，又得到陶謙嘅信任喎。咁陶謙喺離世之前咧，就同糜竺咁樣講㗎，佢話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咁就好似啲電影橋段咁啦。講完呢句之後，佢就咁啊斷咗氣啦。咁啊一眾文臣咧就喺度喊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到最後咧都係要揾劉備出場㗎啦。咁到最後咧係陳登去說服劉備接任徐州牧㗎。咁當然啦，我呢度梗係有史料，有啲即係拉拉扯扯嗰啲咁樣嘅嘢啦。咁我都費事講啦，好迂腐啊。咁之後徐州就不斷打仗啦，有呂布啦，有袁術啦，有曹操啦。上幾集都講咗㗎啦，同埋大家都應該清楚㗎啦。咁所以咧呢度全部跳過晒啦。承繼翻上集啊，呂布死咗之後咧，其實劉備咧就跟咗曹操去許都㗎。咁咧，亦都係有喺花園度設宴邀請劉備，跟住然之後談英雄噶，咁都係同演義差唔多啦。到最後咧，曹操都係咁樣同劉備講噶：當今天下英雄唯有君與曹矣。咁啊，劉備一聽到之後咧，就即刻知道瀨嘢啦，然之後就跌筷子，仲啱啱打雷咧，然之後就嚇到好驚咁樣。跟住曹操咧就笑佢啦。咁啊，劉備咧就口都震埋，即刻影帝上身啊！聖人迅雷，風烈必變啊！咁啊，曹操咧就再笑下佢，之後就放咗佢走啦。嗱，呢件咁誇張嘅事咧，就唔係演義嘅故事嚟嘅喎，喺《華陽國志》裏面咧係有記載到嘅。咁冇耐咧，南方嘅袁術失利之後咧，咁佢咧就想投奔袁紹喎。咁啊，劉備咧就借呢個藉口咧，就想同呢個曹操借兵咧，就出去攻打袁術嘅。實際其實佢係想佔領翻徐州嘅。咁過程就唔係十分太有崎嶇波折嘅啫。咁去到徐州之後咧，就殺咗徐州刺史車胄。咁就搞掂咗啦。劉備啊，真係傻豬嚟嘅。你覺得曹操會放過你咩？唔夠1年啊，就起兵攻打徐州啊。史料呢度咧，亦都唔係交代得好精彩嘅啫。其實真係好快又被搞掂咗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劉備輸咗之後咧，就投奔袁紹啦。咁之後關羽被擒咧，跟住就暫時效力曹操嘅。咁啊，身在曹營心在漢就咁啦。咁群雄割據時代咧，佢哋啊淨係做咗呢啲嘢啫，場場敗仗。咁啊，張飛啊，直頭好似冇乜角色咁添啊！咁唯一可以講嘅咧，就其實張飛咧就字翼德咧，呢一個係《三國演義》俾佢噶。咁其實佢正式咧係字翼德，益力多過益。咁點解叫益德咧？就唔係張飛唔識字，因為張飛嘅故鄉咧就有一隻鳥咧，就水鳥嚟嘅，就叫益鳥。咁啊，益字咧就隔離有個鳥字旁嘅。咁所以咧，張飛個飛字咧就對應翻益啦，即係雀仔咁解。時間又去翻公元200年啊，劉備失徐州之後咧，史料並冇交代到張飛去咗邊度噶噃。不過有講同年咧，張飛咧遇到夏侯淵嘅侄女，仲搶咗佢翻嚟做咗老婆添啊。夏侯氏當時只有13、14歲咁上下嘅啫，之後就生2子2女，長子啊張苞，大家都知噶啦，但係其實就早逝嘅，遲啲再講。張飛嗰2女咧都嫁咗俾劉禪啊，識玩一定係咁玩啊！咁其實《三國演義》咧就真係寫得佢哋3個好英雄嘅。咁樣講啦，小弟都係由《三國演義》開始睇嘅。咁初中睇佢哋嘅時候就梗係覺得劉備係正義噶啦，咁而且亦都對佢哋嘅陣營同埋佢哋嘅武將嘅角色咧，亦都係非常之中意噶。咁但係到大個睇翻《三國演義》嘅時候咧，就發現咦，好似唔係喎，呢條友其實都假假地喎，即係要有少少歷練先至識得睇劉備佢嗰啲假咯，同埋佢嗰種大仁大義係懶嘅咯。咁到小弟而家咧又有啲新嘅分享啦，接觸人多咗啊，咁我發現見到有啲人咧係真係好似懶大仁大義咁樣嘅喎，懶冇所謂嘅喎，懶好人嘅喎。咁我初頭都覺得係咁嘅喎，咁但係發現咧慢慢其實好似唔係喎，係真係有啲咁嘅人嘅喎。總括咁講啦，日久見人心嘅。如果自己嘅真心裡面嘅心態唔係8、9成都係咁嘅話咧，到最後佢一定會露出馬腳嘅。
每個人都有一定程度嘅私心嘅，問題就係你放幾重嘅啫。我發現我有認識過嘅人係真係私心係好低嘅，佢真係對人好好。當時間耐咗之後，你會發現其實佢唔係假嘅，而佢建立嘅團隊都係好維持住呢一種和諧嘅氣氛。可能佢嘅下線都係因應住佢嘅方針而去遷就呢個團隊，可能佢下面嘅人全部都係假都未定嘅，因為呢種人實在太少啦。但係不論點樣都好，個結果係成個團隊都因應住佢嘅方針而有一個好良好嘅方向同埋結構。唔知你哋有冇遇過啲咁有魅力嘅人呢？劉關張喺群雄割據時代嘅事蹟，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看，拜拜。感謝大家一直嘅支持啊！如果想更有效揾到你哋想睇嘅節目，請你哋免費訂閱 Cat Panic 嘅頻道，入到去可以按播放清單，即係 Playlist。所有節目已經分門別類。不正常研究所係講一啲古靈精怪嘅嘢，例如外星人、古文明等等，懸而不解之謎。1mm 係我製造嘅音樂，所有嘅樂器同埋唱都係我自己一手包辦嘅。香港爆史係我同情報泰利一齊合作嘅節目，主要係講緊香港二戰時期嘅事件，內含粗口、PG 家長指引，但係好值得收聽，可以俾你了解更多英軍當時點樣保衛香港。最後要介紹嘅就係講舊史，呢個係我搜羅咗好多唔同嘅本地文化，見證住唔同嘅歷史、有趣嘅事件，甚至乎係我哋日常接觸到嘅事，見證住各種嘅興衰。Cat Panic 頻道希望可以帶俾你唔同嘅回憶同埋其他嘅小知識，感謝各位支持。